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台湾的国民料理白斩鸡。台语安尼写，安尼讲，白斩鸡，白斩鸡。为囡仔到阿公阿嬷，老老整整，无论男女，大家一定捌食过国民料理，就是白斩鸡。白斩鸡是台菜的代表菜色，不管是土鸡仔城、海产搭，或者是餐厅，一定拢卖这味白斩鸡。白斩鸡这道料理看起来简单，但是暗中学问，考验到总铺师的功力。因为做白斩鸡头一个动作，就是把规只鸡放落滚水内底杀，所以有真侪地头。白斩鸡嘛讲是白杀鸡。阿嬷煮的白杀鸡真好食，食一只无够，拢爱食2只才会够开。白斩鸡的斩就是出大力落毒。像讲这个白斩鸡要烹就刀进前，爱用菜刀甲斩好一块一块。有一寡风景区，拢会徛牌仔卖芳蜜，讲蜜无纯斩头。问头家无纯，敢真正会斩头偌济？头家讲当然，是斩芳的头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白斩鸡、白杀鸡，实在真趣味。